听技能落手真实，姑娘林子们啊，确实欲望。那么下站公平，理想四句诗，林子们的名字呢按上理想，欲望当然归着释放了，将老总管送到俺们去。那么少几公定人不简单的讲清爽，我们个女婿们林子们还是比当的。一来首饰昆山只有杨定镇啊，但是900出身，我还来不及调查了。如果900出身呢，胸无底没了，但是给他总管啊，也还老百姓。公批下的数据并不深，比较浅。如果呢想不出呢，啊，说明呢不自家总管。作为一个桩事体呢，还要努力出脱的。另外呢，讲清爽林子文啊，恐怕传出去啊，影响不大好，所以比较人家土道。老总管觉得脑子东家公批，匆匆忙忙出人相府，却只为对直到昆山有衙门。个老总管了，等于个经常对外出场。一般当场在宿舍里，来的笑嘻嘻打上来，小兄弟，门拉你可相互中国，人有汉，大家这里美日了。哎呀，来宝爸，兄弟，那今朝有空大家那里来追追呀？有啥个空呢？奉东人之命，北访你家老爷。哦，来看你怎么来呀？是啊。我呢，稍微说一下。好。我马上去通禀。好。带你下花厅，这个兵怎么来呀？跟两年，心事重重，谁为林子文装物资啊？有个不得了，兵不服。毛军的养兵部娘舅再像皇帝国王一样，我想想芝麻老头过吃得香，关张要白杀林子文。但这个实心人切干不失掉。那么你拿人家同意呢？收购1000两银子啊！办人林子文批购的为举起公众1万得了银子啊！我要提拔我四品王堂了，心里火火吹。但这个实心人警告我，啥加啥几日办林子文嘛，几日上头要去告我。马上要么误会我让你去告，他比上你身高头，各种关于的胆小，所以要怕赢了猜的，猜出我快比新说白，真的急杀人。唉，看上去只好冒冒风险办一起。那东南就听见报，干什么？怎么来呀？啊？相府派人来。讲错了。兵部府派人来的，也来猜的，对不对？说错了。兵部府来人对不对啊？不对管。相府啊，相府里向个总管来爸爸。不相符啊。哎，我认得管。新阿当，到昆山来总管出卖头啊！一面兵部府，一面为丞相府来，公堂是高老为向了昆山。啊，为丞相府还有人民案子发生的，哪能够死得人公道？一桩结婚交决了，觉得面孔那个肉得对，不想。哎，太师爷吩咐来人了。哎，是呀。不得了。那么你知道有什么事呢？那么我现在总归有事体了，总不记得空来忙忙你了还。出我馒头，丞相来忙忙我总不了。对，这个有请啊！来，花厅相见。那么我最大不记得。有些停顿了，我还要说话嘞。这怎么样？你讲了啥子呀？不相符不得了啊！老总管老人家到，对过啊，太师爷的心腹人。是呀。殷勤招待。当然。啊，这个不能得罪。怎么也不平忙，不可哪会去得罪你呢？就是说你要怕磨皮。刚出吧，像哪位？注意啦！啊，是的。啊，
来中国都听进来，只有过了滴水的人质，实在那用不着。再呢，我们共相互来嘛，我中国第二队呢，那古再呢想着有志之民之父母，可怜十分殷勤。这一位总管老人家，本县昆山县，我叫杨定珍，恭候人士。他这个志向有礼，大老爷，老奴到此，后老爷相迎，这杀老奴了。哪里？天，等下上庭送说。只有到为你们这里不文化。那么啥事嘛要我客气，搿点关举动呢，要来起来向丞相请安。这个想必我们太师爷老人家这个佛体康泰，门大东家也来起来回答，相宜好的，请坐。这个三位夫人月体康泰，也要来起来了。最谋好的，请坐。这个京城的三位少爷身体康健，你那零零散散嘞，倒有点不耐烦。何大兵，好，请坐。这个老人家请到这里来，真是非常高兴。老人家来这个。一句客气闲话忘记脱，心情我这个，奶奶嘛真是蓬荜生辉，想讲个句的，牛句想不成，那么到人家，这个老人家来也真是我这个墙上多了一点灰。老中国你句不成个句。那我来没得墙地方都得灰尘，都太拉屎出来的，莫名其妙。大老爷，你讲述什么啊？这个我就是这个客气的说话。那请问这个老人家也有什么公事吧？在那没啥豆腐，公批拿出来，丞相命老奴送来公批一次。都只为我家的故意，在你衙门之中，吃了有缺的官司啊！这么真心讲。第三个手部之国拿去啊，拿到尼泊庄国为止，还是固定人的女婿还轮到我衙门吃冤枉官司的，我不要死的，米三两呀，怎么有这种事？哎呀，这个是我在该办事啊！这个请问官员关心大名，这个本县人立刻释放。一下个中官了，作为做清官的，听见公国了，律师马上释放。人家问姓啥叫啥犯的啥个噻？你做新的犯法呢？犯法。大老爷，哪有立即释放之理？也要从中调查仔细，确认欲望，才能释放。亦须为了小后立法，哪有立即释放之理呀？那说呀说干。对，说得对。那我这样想的，我想有太师爷的教导，相府的官员不会犯罪的，不可能犯罪的，那是我们犯罪。这个请问关心大名，明日嘛呢，在那公批之中，西居之内。请老爷相查，搿不讲个名堂里向，3日之内要有消息来，丞相再三叮嘱，如果确实犯罪，依正大明国法，就不能行事作弊。喳，那么牢的告我退了。一方面送客，送过去，那么杨定真接上。固定人公批4句诗，搿不也名字上里向，你哪弄得懂？你在哪里笑吗？分县，本县看见你在笑。分县不一个在哪里了？旁边3个县公啊。
你就是取笑我啊？不，看不懂。我懂了呀，你要是懂了啥个，我不哪个写你呢？是文写，这个文写呀。你晓得意思我懂了，不过你能够笑，就说明你还看得懂。那就是说我老爷还不如你了。我这个意思啊，没有关系嘛，你念出来能够讲清楚嘛。哎，我不怪你，还要重重有赏，好不好？嗯，对不对呀？啊，怎么样？我不是这个呀。混蛋！是的，不是事，好到这里当差吗？根本比人家不是这个一种来要的。放屁！对。气光不拉倒。哎呀，懂了呀，你顶两个不用让的呀，跟我不是事了，你别来自有啥用啊的？你个不喊我问，跟你不去顶两你，顶两个，哎呀，谢我呀！怎么？衙门之中还有博古通今的人？是呀，喊我问问。那个是呀，为林子文的事体等我人想摸过的，我兵部府头子长不你摸得了，两家的潘家不理睬。哎，为了这林子文的事，他跟我争吵了，不你才羡慕的，不理不睬了。我老旁边听下来，就是嘛，根本晓得你讲，我知道是你妈也当三当的，俺是参加羡慕没来就过去，只有原因抽抽手里，我不来洗洗。那么你一定要举荐厉害呀，非这狗要三一地方放弃，那他是你来欣赏那个，数着问，路上着问，没办法，我问明白，在他们的狗正骨不低头呢，就叫你找客气，好吧？那么本县就有请啊，根本我没去听啊。好，在里向书房间里面看见师爷了还吃肉。先洗洗张面孔，这个是呀，来要来了舞厅，与夜日相亲。为林资本庄务之绍兴人怎么气婚？说得关照呢，希望呢做个亲姑啊，偏偏偷装，偷不是，心里想跟着。哎，那既是说林资本办么个经济上的去搞呢？这现在有事相说。老爷有要事相说。是呀是呀。阿位杨林生听话，我不办林子文的阿位，说简的。那顾相府派个来中过来，送一张贡品，就啥是相府狗咬了让你妈们里下去有话故事。哎，故乡呀个女婿啊。是呀。到行头吃药王故事，为了给了人家吃药王故事呀！谁听上？那个老爷抽上来，抽上了也哭出来怕噻。什么姑爷姓啥叫啥？姓啥叫什么？来拉在公屏上像雨水似的呀。叫你来要自家钱。那么是要那些的，你来要到屋里向买的了，经过菜的马来的一般菜。你家里想是不是想得成的，所以嘛也请你是要辛苦一趟再帮帮忙去口一口。哎，我当中要就叫我的，所以来请我了。这位是要的，总归是个人嘛，对啦。否则也不认得我的。好，我现在先走。客上绍兴书出来。是呀，个中大伙人当面上去，哎，要到说两家的政策之余了，可能是呀。于是他既然就讲我了，应该出去的，所以要请大过来，两家的一帮团啊，人面对肉面了，没难啊，相骂过来，一见面了，看你张面孔没尴尬，跟肉团呀不活络。后来不给面子呢，主动来招呼那上吧。懂我。杨林真的真的一点不好意思。那么看见绍兴人了，谁不差也谁，今朝也全力帮忙了，给客气的嘞，10里个力气嘞。这个老夫子前几天呐，下官多有冒犯。
不要生气。笑我笑。请坐，请坐。本此为公事，我也希望哦，给张姐的隆隆清爽。是，请坐。请坐。听见我那个故乡样的女婿到杭州吃药王官是啊，跟我那个味道一捉进来。下官不知道的。对，我糊涂人，我不晓得。对。我晓得是怕毛皮啊来不及。老三心里就是个地出卡用，来起点。是，这个老夫子啊，老乡爷送来一张贡品上面呢有一首诗这个故意的名字在这张贡品上这个老夫子辛苦你了，看看。为这个，我来的辰光得想看一看。我现在想想啦，我5月自家看，但是看嘛一定看不懂。这什么意思？我要想，他是读书人，知呀识呀，真心用功。对。10年创下，一个结果呢，做到像呀。对。我认为我也是读书人，还是10年创下，码头苦过。我的10年是个结果一个死呀，一个10年书像呀。同样的牙了，差成太多了。那么就像小的死牙嘛，那个看得懂象牙的金色文章。做卡，高子拉住。老夫子别客气啦，你是好学问，下官是知道的。请看，一定要我看嘛，斗胆的。放肆的。什么话？看2个字已经不听。真然是有个主管，都觉得那个到底不帮的这种事可来让惊人得是。我念出来大家研究。好。上的4句。秘密容身10万起花开花落中年，茫然高洁明有才，某月公开几特意。秘密容身10万起花开花落中年。这个故意的名字叫什么？老夫子，叫什么？这个老夫子叫什么？老夫子，我让动脑筋，我这个都哪动得出脑筋？我要看我自家看的。4句分3字经对。总像4句老是我插心思的，动脑筋的，伤身体的。可是看上去开猪包子的，我说来呀，送参汤。那是拍毛皮送参汤。3星人读一遍，浪一遍，书声朗朗。看不头，秋，到方步走太阳月，从你读书人动脑筋嘛，走出来，干嘛要有本事走出来不本事看出他不来是的。3星4样呢，3人功力不错，过来呢还写得比较夫妻式，不要过纹身农家给大地方过。3星4样都是下午来挨特呀。3句里下名字林子文，俺们举四方林子文，想不通。林子文种地，我种到底上工啊，固定人的农那搞不上工呢？那么自家口中种200，随随自家口中，过了农不要搞不像我上工。那么林子文他的固定人的农人，身家过去的家庄嘛，一杀吃不光。我去打口个不个呀？我你穷得了路费拉呀！袋子最3只家组队来打个呀！那手段结果。再说林子文的女人，我见过面的，我去打口调查了，姓陆叫陆生真，一个是姓高。为要么激怒，这讲了
若是不真相貌不错，稳重大方，还有一种可能性。万一比如一比讲我来，确实令此人那么是心人心定。本来个庄屋子难犯的，虽然我遇到帮领此人忙，人家姑姑相，至于要投资庄，不晓得个庄屋子弄得起，哪是多的？对杨定真忙忙，那么呢身过了发财吧？我看那个对啊和大我落了海，伢老子个长公平，看看啊开心，看看啊笑，真的是我真白呀！是我真的。并不，你才不管他，那么定心对杨林真妈妈，嘿嘿，你都狼狈为己吧。一个真能凶手，一个人上得了，发忙的到要帮发上，叫害人害己。高下的饭家人，真不要西门腔，开心得不得了。那么对你妈妈，那么哎呀娘去洗，呢，不光不得去，娘呢白杀之灵，资本到个辰光固定人出场。我看多少头，啥新人想法做新改啊！哎呀，想委屈呢，希望来了，苗头不对了，马上走风。我们讲不难听，你那喊你们太张口，得神相府负荆青山，名号报得了，我不要弄松的。那啥新人，心都开阔，良心也蛮好。哎，这我用不上，报复不上的，那么代替妈妈，懂我？老夫子，我想得是不是对了，彼此在研究。好。第一句叫冥冥重生十万千。我听见这样，这第一句不是啥个意思？名字介绍。冥冥重生是万万千千。这十多万灵，十多万灵，我想的双木灵。花开花落中年年，今年开花节，明年希望要开花，希望年年开花，搿么丁要紧，里头有籽的，楼子籽了，年年好下种，高级名。不错不错。我想个字，
第三句莽上有谁呀？莽上嘛就是莽上君。哦，对。莽上君清高个吉林个。人三传戏子交关年数嘛，讲起来才晓得个名有三，名字至今有三。可莽上君不是姓莽了，叫上君。莽上君姓狄，对名的文章之分，莽上君叫狄文，叫田文。名有三嘛，就是对名的分了。所以这个姓可以改掉了。所以我第三句是要用一个分。每一句某月公开皆特业，哪只公开某月皆特业，搿句皆特一个业现在搿时候是放出去的意思。我们向林子文放什么？林子文？只有过到比里向后做三星，但是你身边来的个兄弟，听见林子文了。对陕西你妈妈，这个陕西出来是得去个，错卡个，身心里三五千万，未来为去至少才项目，谁是为之林子文个啥儿子？那么也陪你们也放，所以才起来。那一个来先要来一张公币，公要名字那里向，厉害我问你啊，却没事的呀。不知那不里吃过里飞女，不过里飞母们，这个林子文三个字啦，开了个实地。那么见我几个事情么噻？我林子文放出去，放就不还随随便便放。一身大，谁不服谁？那么林子文是把兄弟相扶，来先要非来谁当的？是现在上不上？而是我当神仙了，龙虾我上宫那种女婿呀，那个古镇中混账，必得苏满气他们修对一代气的。一女不太好了，并不发也来人当我的呀。送子那银子，见你白色林子文，你负责释放，那是两米加工们，我谁给我讲说娘的肚子。我有现在给他地方杨定真的是个福民后让爹上来的，给他面孔妹妹叫让张红们，放我老在。想不到啊，是刚听那个事情啦。老夫子啊，什么？林子文。林子文啊，堂堂相爷，他的女婿姑爷是个长工啊，有这样的事吗？啊，东王叫君王上有草啊，亲啊，有这句话，可是没有这样的事啊。老夫子啊，下官是知道的，说不定林子文是你的亲戚还是朋友，那你就要说我手下留情。但是你不应该用这样的阴谋诡计呀！这个气嘛真生气啊！是个用阴谋诡计，那么对你妈妈是作死不可啊！好了，我说实话，没啥代理人，你懂得迷魂子个心了还？好，那聪明哦，我个阴谋诡计把侬戳穿的。当然。更好的，不单的，到此为止的。譬如听见好，给你希望侬到林子文顺顺利利一刀两断。老夫子啊，我一定把他一刀两断。一定，好。这个辰光兵部副官接侬来，提拔侬四品王堂在升官发财。当然了，你看我升官发财。发财，发财，发到官财了。什么话？两高的把你判讲了，可不理我来的他们，我会再说。陕西是要讲公平，杨定真不相信。因为你跟我一个大的呀，你看我升官发财你难过呀，哈起到不哈凉，如果临时问出，讲的话想不通。过了个农家不实干用的上工，你真的当我杨定真胸无地脉，搿点到底领得起，当然不相信。是要嘛气婚，往气要往里一跑的，那么杨定真自家弄了就。
肚皮里向不好食，想不到路想不出，顶顶简单办法，拿林子文叫出来谈谈。你阿人得过病人，神仙得来啥个关系？这点味道本人得里谈嘛？还有，是过来的女婿干，那么龙门要跳，鬼洞要走，唔少太太，举下来得里磕头拜山。哎，牛做的最是吃一顿，得里屁屁红，密密麻麻送礼走起。我神仙父亲在，但兄弟们这样做兵部公子，屁股的鱼带固定人，还要怎么样？根本我们中国嘛的面的，后句闲话说林子文的固定人风马女毫不相关，对吧？没啥客气。今年上今年后续是不过没办法解决问题的呀，兵部府猜得了，猜出来。搿么今朝没啥客气，就拿林子文三靠我定了派人杀人于凶手，关键的关键就是那阿人的固定人，决定的。那么关照幸福当差高升，来等我2岁准备，一方面厨房间里向准备最菜，啊，另一方面呢，端正各种言语。屏风白玉欧巴，我拿林子文请出来谈谈，如果他是女婿，我办在大家聚过来磕头；如果不是的，我马上冲出来，花厅盖大闹，用尽各种言语嘛，要叫你招人看功，慢慢叫兵部府里向一上，大家有得分。好，一切人登山是对吧？那么关着北房里向去打。而且要态度不客气，那天旁观过那个女婿不得了啊！好了，那么努力大到给他花厅了，杨定正义这张面孔笑嘻嘻，蛮胡柔些，当场要进过来，林子文，是。对不啦？要听来谈谈，那来呀来了。林子文鬼子亮一听，心里想就是觉得不得了。但是对于自家却有话不是，像我那屋里想，静静恳恳的，杀起米枪都是。我给那里想吃故事，可是高兴，你叫哪个？现在听见一大吵声，只有个客气的嘞，虎听相亲，那我就是俺客气，对着，跟你打老百姓都大能公道，这总能难为呀。你三个林子文有话给打一个战后嘛，大概弄个放在一块石头，杨定真送下来，米国佬谢嘻嘻，林子文眼睛在天幕上去，小人林子文科技大不了一送脸了，出来，这个。林子文，是小李，请坐吗？啊，我要亲手了，谁敢客气呀？更是口上去是流言发怒。大老爷身上哪有小人的所为？有话去谈，哪有不做之理呀？请坐吧。是子多谢有礼。他一边女朋友，林子文请用坐啊，用坐。是，这个本仙请你出来，没有事嘛，我们聊聊天，好不好？这个你不是本地人，你怎么到我们昆山来？啊？哦哟，一本之天黑弄出来都是富裕仔，能够啥地方人还会得在昆山来？大概富裕2句嘛，还放我出去，大了你用兵。
么我向甄夫人主管人家的。我岂敢一日并家女，下家比我吃不。中的人家那么你怎么到昆山来的？这位家乡离别在外头城，离别不随人，我来后。那么别的地方不好去吗？这位渔民是到昆山来，我想昆山一定有你的亲戚朋友吧？大老爷，我父亲都参与，最夫妻相遇都人。没有亲戚朋友的？是。那么你们到了昆山之后，甄夫人就是你老婆啊，又没有这个记名厅，又没有干扰之的。这个至于我还才打不出来那门壁上，门口高些，还有几条的，不管。跟那罗素镇人家自家一个几条嘛，林子的哪我都不晓得，哪我都晓得。谁的出在清明节，人子几条之余，我来妈妈吃自己。是不是来不及讲不了老人听？林子文一点也不晓得，你那门里面来了是不是？啊，大老爷，你说到哪里去了？想到雨的深沟去，黑天心不落。没有的，是晓得不喂？我们有心特地的明显的，老实讲呢，固定人分人这么个定期要那事，人这么个学了，出镜头得了了。我们昆山固定人谭师爷，是你什么亲啊？啊？那很重要。这固定人是我啥个亲？第一至于我妈妈是个离婚后年的孩子，固定人嘛根本都不他搞，那我们这个啥个亲戚嘞？啊，行，大老爷，那一天当着古台寺，要知道。什么情？他是
滚！我是庄家人，深深沟通。不认识？是。不要骗人呐！真的不认识的呀。我希望你再想一想。这个遇上这样的讲，是到哪里去了？你恐怕上脸了。来，杀人凶手怎么坐在上面？休出来！我就把那个吃了吃完的事情说了也是款。走。林子嘛，不漏洞呀，拿米红一杯子一杯的，是对一米鱼买了一米不买的呢，立起来的。哦，出来，你要上去，两边当着哇出来，两边三边，花厅该大闹，啥天不都大闹？老百姓呢过公道的，不管个四面各站，花厅随便用啥个私营，老百姓不看见。今朝就要来死。邻居们，本县今天带你出来，别的事根本没有。为什么修大刚到将兵部老张房一刀相命，在本县堂面上老实招供，否则的说话当刑的厉害。那么林子文写的，对内系列的只有不妈妈们，那样是对是个土长官。为啥也没有勾地人们安宁的？俺是啥个清楚？我写的个勾地人大把谁写的的是清楚，而且是昆山人。你再苦天人的勾地人确认不起，是于谁来部门后，一来写的父亲的，也想我出当神者，都大夫人受不听，假使你负责了大应死去。那么杨林镇，你今在也想不听老乡，用引发出大神者们，跟我林子人大人俺儿子，谁对付为这户，想得个到底么好的。大不然下不林子人内子有望的，并不公子冒起后，谁从谁亲民这调戏我家娘子落手中，被我未来开几个将他痛打一顿，他南水神楼四杀账房旁事以来，事情要我照顾，早是师母啊！一旁忽悠了你啊！毛少爷这么大的身份，对吧？调小你的老婆啊，乡绅妇女啊，你的老婆又不是世事为文，又不是月里常我下饭，又不是小心情，又不是不娘娘。那谁的不娘娘子出来，这不得搞的？吃苦了。用意，那么用意，上夹棍靠屁股，甚至于刚正屁股上说不离离过手指，才做到了。林子文不走，不走不昏君。那么说了呀，是俺龙我去的世界，当地错改还有三改。那么总归兵部副参要总归作弊的呀。那么城里后里又不懂得的我个实事么好的呀，当个水银么水的呀。那么看过不么你还伢子个地地进去好的呀，总归作弊。只有个经济答应得了。那么等到林子文送进打给了双父的一个考，林子文已经是万人真凶了。各桩事杨定真是告一段落，兵部夫妻报信，文书一天等做好，绍兴人到才是满一幕，也不要去纠结绍兴人做啥个文书了，书本上跟下一笑。那么的文书真正这样做来杀你个头。那么杨定真想个事体没解决呢，林子文现在的固定人没关系的，姓丁的，那么固定人的女婿杀人分解决，耶，到哪里去请相声，那么真的有本事的人来，满人风雨阿死去干，实际的堂堂只有股样样才不懂，分化不，也是个结办法。我心里想相信中国那个女婿是公到俺们的吃到公司肯定花公司还是不要多吃早，或者等人家争风吃醋是啥个事体做进来的，那么关照再引家头
归进衙门来，还有一句话人数一数的，共送17个，各级各色，当相当啊！争风吃醋啊，干嘛事情？只要万人统统等我放光，17个万人才放光，还等不送大无忌。那么呢，就讲个17个当中，终于一个固定生的女婿。10年以来嘛，新的1年、2年、3年，3天一个，丞相府刚好啊，3天一个啊，要听外人来个。那么固定人呢，固定人的同生人，南京朝纲众多个兄弟，到昆山来告诉郭太师。浙江省前山固有70%-80%在偷，7天偷过，抢先海棠事体，不可以将拨下来银子都4分，单子多少了？固定人听见气昏。那么到底罗里2个亲姑，罗里一批是温姑，那么郭国老亲自动身，要到浙江去索查，处理桩体。郭国老爸嘛，老夫人带你忙忙相邀，于是啊分房来，你那一辈子说重大事体必须要报，那么郭也放心，公平起的呀，那么娘也有种调查调查。俺是我个女婿冤枉了，至于管单子这样头啊，办啥的呀？不是不可能的事体。郭国老蛮灵性，俺家叮嘱搞笑的，等到女婿放出来之后啊，都乱里是他一个时期。等我浙江回转来呢，你翁西为要洗了，不要放都马上回想我，咁他是吧？咁么3天一个办，不新鲜，老手子500万法也没娘了呀。老夫人想不要来了，我来他讲公平，阿倒希望我自家老头子个公平他死去，因为蒙古老中国说个丞相或者非要讲出各样名字的。于是讲让都有原因的，那么老夫人想这个，我来他是句特别气，3个把握的，一看娘的谁懂是名字的，个妹妹叫老头子不好埋怨我，说起来人家告诉我分告诉啊，我还是失去啊，不过我个文化不得高啊，因为我干嘛还要做宰相的啊，那么比女宰相的啊，是吧？实际上想等于告诉只有各样名字。那么老中国第2章公批让俺们只有个人与这来么爱他，心里想想做姑娘我放个人啊，但是现在听外有什么分放呀？那么一般讲我放他17个得来，大概呢你都个姑娘差子来我们，不管马上做起，恐怕吃麻子，要么朋友我的等退去。那么留下来呢，太多呢，太多么只要讲35天。那么你们公事么忙，为人民为自家领资本的事体，那么人民关体啊，非常的利息，我慎重对待的，所以嘛，到现在你这个国家名字还分研究出啊，提起到领资本嘛，老中国也们，那么说现在呢，说现在嘛，不过用之研究啊，你才造出来啊，分数啊竞争的，真这样做来嘛，可以啥的，老的跳起来，大家没啥都不讲的呢。范围多少？好说做起报信啊！老的嘛最第2章公批嘛来了，那么只有心里想想，来，有请师爷。叔叔，相公批。相公批啊？都来要收走啊！上一周相公批，弄得来吃相摸了些过去，每周也去听你们哪位人的呀？他胡说八道啊！说林志文是谭氏的女婿吗？哎，林志文本人不认识谭氏的。哎，是过。现在我再叫他相骗，我看他有没有这个脸皮呀、再抢林志文3个字。这个要弄家里，谢谢你。对，我们去听啊，带你下嘛，是呀。小心思呀才晓得，你都用事业，分下去。本来我们应该同身上头去告状的，你到哪里办嘛？我为林志文申冤。那么上次公批讲下来，林志文确实过了，我不得报的，
丞相到俺们来审问的，我是记者，我是证人，我要控告拘了，我说好不好听？哎呀，俺们老实讲，我们再搭几个庙的，如果几个庙的并我来丞相府里不同人再跑，不要自家相信自家，只信我想说你，还不一定的呀，是不是心事重重？现在看见个当差领班叫高升，杨廷珍的新夫人用私营在这里想出来，是看见自己出去。高升，这个是呀，后来呀，雨听。说见的。那相府里向这个来中国啊，也送得来一张贡品，说是来夫人贵州送得来的，也可以去两贡品噻。那已经到林志颖私营考当缺当成早的，想出来很有意思的。那动手，上革命靠大班，白头里管扫帚，屁股上靠钢针。这个是呀，跟我们的来法呀，都来要规则的呀，各种隐语侪是我创造发明，不，我好多奖金的。那是不当的。那现在怎么来的？啊，现在。那得要去的，要去看一看，因为我自家心不定。我不但认为林志文确实过过了，眼眼要发批评。那么我们上地不去街上，等那个他空等，林若叫林志文有人海第杀队，算啥名堂呢？决定去。这张公批空看下来，神就林志文的，那么我心定。等那个他们去杀的，事业嘛不做了，善心嘛不起来，是的。等了昆山开上房的，吃财房吃饱饭。我等了他是生个庄务子，我要到哪？真早不要去，拿不出来。大到厅堂看见面孔就出去了两个，再一想后边，我等你好聚好散的，你们迟早的把公定人杀他，你们是死人，我们是活人，我上天为你受气人，实干一想。到小西去，俺们一躺在咔咔气气的，懂啊？杨廷珍面孔鼻塞牛头塞，这个老夫子啊，请坐，请坐。今天相府里头，老夫人派人呐送来一张贡品啊，又要这个请老夫子看这么一看啦。相府姑爷的名字叫什么？哈哈，辛苦你啦！实在啦，不看了，大家好聚好散，看看了，大家够互养。我讲的我们都不相信的啊，那么也要争争吵吵，也要我们摸绍兴人，我也要摸那中山的。你摸腿上来了，绍兴人去是对是。这个老夫子，你看看叫什么名字啊？女人必争。老夫人写的。哎呦，那是清清爽爽。林志文讲，平对双字幕，双目为零，花开花结局，清爽有一个字。考试三堂笔，考试三堂笔嘛，看文台，啥人文台好？第一名嘛，第一名，第三名。对，考试三堂笔本，开龙你好是非。通都开掉龙了，让它掉飞出去，这清清爽爽。笃定的，说明我第一张分量高政府也用不上我板子铺盖上头去盖上，干什么？我把离开盖大了，等那盖大要去杀个。好，这呢不必看的，我不看晓得，本是林志伟，我们不会相信啊。我。还是林志文我第一张像个林志伟，当着第二张真叫林志伟，不可能固定人的女婿日日调人个，那讲的。那不你等得来2年没出来。那么我们不相信个，我妈心里头要气个，也要寻项目的。是的，不必赞叹的，好聚好散。我嘛最近身体也不好，年纪嘛大的，有玩有气。什么？灵清高明。不个张面孔塞得那衙门里向在，
哎，自家也追，根本压力之下没好，累得地方怕用啥子？我临时问你去努力去当人子，你说的你追没你追？非得让我随便讲，哎，老夫子啊，怎么就要走了？对。什么时候走啊？现在这个。我上去的上去的，现在就走，马上就不该滚蛋。你说好，现在就走。所以，操心啊！绍兴才是外不去。什么？我想昆山不想一枪。为非得喊你。去南方吃饱饭了啊！做什么？我不要看看我那个多林志颖一刀两断。好，老夫子，那么我一定把林志文这么一刀两断。到那一天真相回来呀，我跟你法场相见。法场见面。好，那么我一定到法场来。哎，你要来呀？非来不可。你来看啊！要来我要来。杀林志文啊！当着。那么总手做那是朋友。法场了嘛，还没一趟，我那个好不来。好，这个上林八字我要来，要打点来个啊。干什么？哎，我烧点本了。也是一夸地在心里手里去，真是混账！再问，等，回到西家房呢就铺盖。幸福动物这小狼跟了李小狼，彼得铺盖舅，思想离开我们。记得。西家的做的。没好。做的。人长一块去。是呀。来追。我当时去的，跟你来追。跟我现在不做事体呢，工地也发不出的。工地我非我只要吃一块饭。别客气。好，就那等我开闸来嘛好。俺们不是为了行啊。我还要考林志明，伊讲杀本我考。古他是个女婿，那个杀得掉。对。我要考伊，那个到林志明一刀两断。你看，再过去开闸房间我开闸房间徐来房吃饱饭。晓得的。昆山同地，昆山用。对个，是呀，土地是要用它的呀。吃光顺手。开啥的嘛？我搞生意过好。搞生意过个老板是绍兴人。我懂些。我到你讲四亚开我。四亚开我到你讲清爽是上房间。上房间的。你不要讲清爽。是的。因为侬是个不讲清爽两样的。讲到上房间了，你有位个当亲戚哦。意思嘛。你这个呀，我去那个开始北方向来北方三个房间开一张，上两家头小姨是那个可还苦上头房间家里大，上北房间稍微便宜说这上北房间单铺嘛的单铺。上北房间单铺。上北房间别去讲你啥个你怎么单铺不来不两个你干嘛啥特色？一个侬地板高头滚来滚去开心呀算了，那没事理。意思嘛？绍兴四亚平级书房是来房吃饱饭个，法场上向四亚范围大出风队个。不晓得哪个打，不经也不晓得，那么引步出真相，莫内无辜喷射何尝？